后来有乡亲啊，今仔日学校开学了，因为防疫的关系，家长拢袂当陪囡仔入去学校。这对拄啊入学的国小1年仔的新生来讲，都是一个大考验。有的小朋友伫校门口，甲妈妈吸条条，无爱放就是无爱放，母仔囝袂输是咧搬18小送共款。也有小朋友参迄个校门，拢无愿意踏入去，都爱阁出动着大阵的老师来甲顾正。也有袂少的家长，虽然进前拢有先甲学校看过环境，但是也是会烦恼囡仔找无教室，是徛伫树野外口头村等，一直望，一直到看到家己的囡仔看无了后，才唔甘溜来离开，真正是天下父母心。小学1年新生伫校门口，无想要入去，老师呢真无简单，讲一步，家长阁讲一个，伊才甘愿行入校园。要敢若无买行李，咱条袂输是18小送。跟他讲说学校的一些生活啊，然后有什么状况啊，有趣的事情这样子，他就有被说服这样。对。若囡仔唔敢领，这个家长伫校门外这个围墙啊，有的伫录影，有的下手，嘛是无啥放心。我有问他嘛，你知道教室吗？他说他知道，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知不知道，而且进去就像风筝断了线，就好像不见了这样，所以才会想说确定一下他进教室了这样。因为他从幼稚园才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嘛，除了校园比较大，然后可能同学老师都是他不熟悉的，对，所以就会比较担忧。9月7日，全国中小学开学的头一天，今年因为防疫，新生家长拢袂使对入去学校。台北市敦化国小新生有360个人，校方特别将新生甲旧生做分流。会不会紧张？不会。今天第一天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忘记了。要多洗手啊，对不对？口罩要戴好啊，要跟同学有距离啊。3.04番户，这样拢是读册要用的文具、内裤、淡纸、巾仔拢总有。开学日校方嘛出动37个行政人员甲老师，都是希望讲家长放心。是讲伫校门口18小送恐惊，唔是干那开学这一天会出现的画面。那可能这个分离的部分大概3天，我预估明天过后应该就会比较顺畅了。门口挤的都是家长，那会影响到我们学生进入校园的一个通道的顺畅。家长拢伫校门口，甲囡仔伫翕相，笑到有够欢喜，因为这个囡仔送入去了后，这袂输地价的日子总算结束啊。好，来这。